interview 阿 Daniel 豬定哦，唔對好啱啊！啊，佢邊 DJ 你激我好多。早晨，大家好，大家好，早晨，好，大家食咗早餐未啊？食咗係咪啊？咁大家咧都好開心啦！嗱，其實今日天氣又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咧首先歡迎各位啦，就參加我哋今日內分泌糖尿代謝疾病會議2025嘅公眾講座。咁咧嗱，我哋今日好高興啦，就請到三位重量級嘅醫生啦，同我哋咧就講解下關於糖尿啦、骨質疏鬆啦，同埋關於脂肪嘅。咁我哋希望咧就大家喺今日咧就可以得到即係多啲嘅知識啦。咁咧就提升大家咧對呢幾樣疾病嘅一個awareness 咁樣樣嘅。咁咧就首先我哋介紹第一位我哋嘅講者啦。第一位咧就係鄧子健醫生。咁鄧子健醫生咧就係瑪麗醫院內分泌及糖尿科嘅專科醫生。咁佢2018年咧就已經加入去瑪麗醫院啦，而喺2024年咧就考獲我哋嘅專科資格嘅。咁首先我哋大家一齊歡迎鄧子健醫生啦。好，咁多謝主持啦。咁大家好，今日我係好有幸啦，可以有大會邀請我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血脂或者膽固醇嘅小知識，希望大家唔好太悶啦嚇。咁事不宜遲，我哋開始啦嚇。咁呢好多時呢，我哋都會去咗抽血啦，無論咩原因又好，體檢啊，又或者係即係醫生叫你抽啊，咁會驗咗一啲血脂，咁入邊有啲可能好多唔同嘅字啊，高密度膽固醇啊、低密度膽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呢啲嘅詞語啦，咁希望大家透過今日呢個講座呢，可以了解多少少關於呢個報告究竟係講啲乜嘢啊嗰啲咁樣。咁今日呢，我個大綱呢，主要係分為3個部分啦。咁第一個部分呢，就會講一講關於一啲膽固醇血脂嘅小知識啦。跟住我會簡單講點樣可以有效咁控制膽固醇。最後呢，就想講一啲關於一啲可能大家都對膽固醇有興趣嘅少少問題咁樣。咁事不宜遲，我哋就開始講一講啦。咁呢，我哋成日都抽血咁樣，咁我哋呢，其實入邊呢，就驗緊膽固醇同埋一啲叫做三酸甘油脂，其實佢哋都係一啲血入邊嘅脂肪嚟嘅。其中呢，我哋有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啦，俗稱嘅壞膽固醇啦，有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啦，呢個就俗稱嘅好膽固醇。另外就有三酸甘油脂或者我哋甘油三酯啦，兩個學名都一樣嘅。咁分別個學名咧，即係個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咧就叫做 LDL， 好膽固醇咧就叫 HDL。咁基本上咧，佢哋就好似架車咁，負責將啲膽固醇咧由個身體度運送去唔同器官嗰度嘅嚇。其實膽固醇大家都聽到，哇，一啲好唔好嘅嘢嚟嘅喎。其實膽固醇咧係對身體本身係一個好有用嘅嘢嚟嘅。佢係負責咧係構成我哋每一個細胞入邊嘅細胞壁嘅一個好重要嘅成分。咁另外咧都係用嚟合成我哋維他命 D 啦、一啲膽汁啦，同埋一啲身體好重要嘅荷爾蒙嘅。所以膽固醇喺個身體咧係不可或缺嘅嚇。究竟膽固醇喺邊度嚟嘅咧？其實咧，大家都要明白，我哋身體自己係識製造膽固醇嘅。我哋7至8成嘅膽固醇咧，都係身體自己製造出嚟，只有2至3成咧係透過吸入飲食去吸入嘅嚇。啱啱講啦 ，LDL 就係壞膽固醇啦。點解佢係叫做壞膽固醇呢？因為咧，佢係負責咧將啲膽固醇咧由個肝度運去身體唔同嘅器官，包括你個血管嘅壁嗰度嘅。咁如果太多 LDL 咧，你就會太多嗰啲膽固醇就會積聚咗喺嗰個血管壁嗰度，形成斑塊，從而收窄啲血管嘅。
如果個情況好嚴重呢，有機會導致一個冠心病，即係心血管疾病啦，同埋中風嘅嚇。咁好多研究咧都話，如果個壞膽固醇越高呢，其實個心血管嘅風險越高。有啲研究呢，就有啲好大型嘅研究就好證明咗呢，如果你個膽固醇呢提升1個單位呢，你個心血管疾病呢會提升達到50%以上嘅。咁但係嘅好消息呢，就係，如果你個膽固醇可以有效咁控制呢，每降你個壞膽固醇1度呢，其實你個心血管疾病亦都會隨之而下降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消息嚇。咁至於好膽固醇呢，佢嘅作用呢，其實同壞膽固醇呢就相反。佢就會將啲膽固醇呢由身體嘅唔同器官，包括血管壁嗰度呢，帶翻去個肝度新陳代謝嘅。咁所以呢，好膽固醇呢同壞膽固醇就調翻轉嘅。好膽固醇越高呢，心血管疾病呢就會越低嘅。但係呢，而家有啲比較新啲嘅研究呢，就話如果好膽固醇係好高的話呢，例如大過2.3啊、2.4啊，咁反而個心臟病嘅機會呢係會高少少嘅，哈哈。但係暫時咧就冇一啲藥物咧去提升一啲好嘅膽固醇嘅，就冇一啲數據證明我哋提升好膽固醇可以減低心血管疾病嘅風險。至於三酸甘油咧，就都同心血管疾病有少少風險嘅，佢越高咧，心血管疾病機會咧都係會越高。咁咧，另外佢同身體另一個病咧就有關嘅。例如，如果個三酸甘油咧係達到可能5.6啊或者以上咧，身體嘅胰臟發炎嘅機會咧，亦都會顯著增加。今日我哋嘅重點咧就會擺咗喺壞膽固醇嗰度，因為壞膽固醇同心血管疾病嘅關係咧係最緊密嘅，數據亦都係最全面嘅。所以我哋今日嘅目標咧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大家降一個壞膽固醇嚇。無論係美國啦、歐洲啦，同係我哋祖國啦，都係認定降 LDL 咧係一個心血管疾病嘅重要指標嚟嘅。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咁我需唔需要去做血脂檢查咧？即係驗一驗自己嘅壞膽固醇有幾多啦？如果根據一啲歐洲同埋歐洲嘅指引咧，如果係男士大過40歲嘅，女士大過50歲，都建議每年至少做一次一個心血管疾病評估，包括呢個血脂檢查。而我根據我哋內地嘅指引呢，如果係甚至細過40歲呢，都應該每2至5年做一次；如果大過40歲呢，更加應該每年都做一次嘅。有啲咩人係一定我哋會強烈建議做呢？如果本身係心血管疾病風險比較高嘅，例如本身已經有心臟病、有中風，又或者係有一啲其他心血管疾病風險，例如糖尿病、血壓高、慢性腎病、食煙嘅習慣，或者家族有啲高風險嘅病，即係可能家族有啲遺傳性膽固醇高，或者屋企人比較後生已經有中風啊或者心臟病呢啲高危人士呢，我哋都係建議及早檢查嘅。大家可能會諗一諗啦，即係有啲咩成因會導致膽固醇，我可以點樣預防呢啲嘢呢？好可惜咧，有啲因素呢係我哋預防唔到嘅，例如年紀大啊、男士啊，另外有啲遺傳呢啲咁嘅關係，例如屋企人有呢，自己有膽固醇高嘅機會呢亦都會越高嘅。男性一般係高過女士，但係喺女性更年期之後呢，呢個風險呢係又會追翻到嘅。有啲咩風險因素我哋可以改變得到呢？例如肥胖啦、一啲飲食嘅習慣啦，遲啲我會講一講啦。唔夠運動啦，或者食煙呢，呢啲對壞膽固醇都係唔好嘅嚇。另外有啲病呢係都會同壞膽固醇高有關嘅，例如本身有糖尿病啊、慢性腎病啊，又或者係甲狀腺功能低下，又或者有啲藥物呢都會導致膽固醇高嘅。咁所以我哋生活上咧就睇下可以點樣改變或者係醫治呢啲會導致高膽固醇嘅風險因素。究竟我哋膽固醇要幾低呢？其實而家有2個大趨勢嘅。無論係美國啦定係歐洲啦，都係有個口號嘅 ，Lower is better。我直譯咧就係越低越好，因為其實咧根據一啲好多嘅數據咧就證明咗，即係無論只要你個膽固醇越高咧，你個心血管疾病咧機會都係越低嘅。
無論即係只要你個膽固醇越低咧，你個心血管疾病就會越低嘅。所以而呢個咧係冇一個最低嘅範圍嘅。咁啊，同埋咧每個人嘅目標咧都係因人而異嘅，即係我個目標你哋嘅目標係個個都唔同嘅，會因應唔同人嘅風險因素而定嘅。咁啊，呢個表咧係我哋最新2025年歐洲嘅一個指引啦，即係呢個就係俾一個標準我哋去唔同嘅病人去定一個低壞膽固醇嘅一個標準啦。咁啊，如果你本身係屬於低風險嘅，我哋一般嚟會建議嗰個壞膽固醇咧係細過3。咁即係咩叫低風險？即係本身冇乜風險因素，冇三高啊嗰啲咁樣，家族亦都冇咩特別病史啊。咁但係如果有一個風險因素，如果係糖尿病少過10年啊、血壓高啊呢啲，我哋已經會將個風險呢，即係將個 LDL 嘅目標減到細過2.6。咁如果本身係一啲嚴重嘅風險因素，例如糖尿病已經超過10年啦，有啲血壓已經好高啊、壞膽固醇好高啊嗰啲呢，甚至我哋會將個目標定為細過1.8嘅。咁如果係極高風險呢，即係如果已知已經患上有心臟病，又或者係中過風呢，我哋會建議個目標再低啲，細過1.4。咁啊，甚至如果本身食住一啲降膽固醇藥，都仍然係有出現心臟病呢，咁我哋會建議甚至個目標而家最新係定到細過1.0嘅。咁啊，呢個指引呢，同喺內地呢都有相似嘅情況。咁即係佢哋都係根據一啲唔同嘅風險因素去制定唔同嘅膽固醇目標，例如低危就係細過3.4，超高危咧就細過1.4。相對上比起歐洲嘅指引咧就冇咁嚴格嘅。咁如果你話我一般好健康就冇乜特別風險咧，根據內地嘅指引細過3.4都 OK 㗎啦嚇。咁至於三酸甘油咧就係細過1.7咁樣。咁我哋可以點樣好有效咁樣控制壞膽固醇呢樣嘢呢？咁啊，我哋先講一啲可能我哋日常生活可以做到嘅嘢啦。咁啊，一啲非藥物嘅治療。咁例如戒煙呢，本身對壞膽固醇冇乜好明顯嘅作用嘅，但係有啲證據證明呢，戒煙可以提升啲好嘅膽固醇。做運動呢，即係每星期做多過5日，每次做多過30分鐘啦。咁啊，一啲大量嘅運動，例如跑步啊、游水啊，或者肌肉鍛鍊，即係去個 gym 嗰度操肌啊嗰啲呢，都可以有效咁降低壞膽固醇同提升好膽固醇嘅。咁啊，如果本身有肥胖嘅問題呢，如果你將你個體重減少，可能5%到10%呢，都係可以有效咁降低壞膽固醇。咁啊，至於飲食方面呢，大家成日話有啲咩飲食可以即係做得好啲啊，睇下可以降到壞膽固醇啊。咁咧有啲我哋盡量要避嘅，例如一啲飽和脂肪，例如動物嘅脂肪，例如豬肉、肥豬肉啊，一啲牛油啊，一啲加工肉類，例如午餐肉啊、腸仔呢啲呢，咁啊都盡量可以避免可以減少一啲飽和脂肪嘅吸入。咁啊同埋減少一啲椰子油啊、棕櫚油啊。有啲帶反式脂肪嘅嘢，即係都可以增加壞膽固醇，例如牛角包啊，有啲麵包鋪可能用咗啲即係植物牛油去做一啲酥皮蛋撻啊，嗰啲我哋盡量都避免。咁至於高膽固醇嘅食物呢，就相對上嚟講呢，我遲啲會再講嘅。咁但係一般例如內臟啊、膏啊、一啲卵啊嘅嘢，我哋盡量都係即係少食為佳嚇。咁啊，如果總脂肪含量高嘅嘢呢，例如全脂牛奶啊、全脂乳酪啊嗰啲呢，我哋盡量可能可以揀呢，就揀低脂啊嗰啲咁樣。咁有啲咩我哋應該食呢？即係例如我哋盡量用啲植物嘅液態嘅植物油，例如葵花籽油、粟米油、亞麻籽油、橄欖油，或者食一啲未油炸嘅果仁啊、魚類呢，呢啲比較多不飽和脂肪酸嘅嘢呢，甚至一個禮拜建議可能食多過2次嘅。豆腐類啊、豆類啊呢啲都可以。吸入一啲水溶性纖維，例如蔬菜啊、水果啊呢啲呢，都係對壞膽固醇呢係有幫助嘅嚇。全穀類嘅食物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建議，即係例如全麥麵包啊、一啲糙米啊、麥皮啊嗰啲，我哋都係比較建議嘅。咁我哋要重質重量嚇。有啲人可能會問啦，咁我啱啱講咗嗰啲，例如牛油果啊、橄欖油啊嗰啲，
芥花籽油啊嗰啲係咪應該食得越多越好呢？咁樣咁要明白呢，雖然呢啲係對壞膽固醇有好處嘅，但係如果你其實佢都係一啲脂肪嚟嘅。如果你食得太多呢，佢都係提供好多熱量啦，太多熱量呢，甚至會增加肥胖嘅風險。所以係純粹將一啲飽和脂肪盡量換咗一啲不飽和嘅脂肪，就唔係大量咁增加攝取一啲不飽和嘅脂肪嚇。咁跟住就想講一講我哋醫生成日叫啲病人食嘅，控制得唔好啊，要食藥啊嗰啲咁樣啦。咁我哋藥物呢，就係主要係有3大類啦。第一類藥物呢，就係因為啱啱所講啦，大部分嘅膽固醇呢都係由個肝度製造出嚟，有80%嘅膽固醇都係自己個肝製造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用一啲藥物，例如一啲他汀類嘅藥物，去有效咁降低自己個肝製造一啲膽固醇啦。另外有啲藥呢係減少你個腸吸收啲膽固醇嘅，包括呢隻 acetamide 啦，即係伊捷麥布啦。另外有啲比較新嘅針類嘅藥物，例如係2個禮拜1個月打一次嘅針類，呢啲呢就係增加 LDL 即係壞膽固醇嘅新陳代謝嘅藥嚟嘅。咁我會逐一講講嘅。係他汀類呢係我哋第一線用嚟醫壞膽固醇嘅藥物，我相信在座可能有少少病人都係用緊嘅。咁常見嘅例子，例如我哋有 simvastatin、atorvastatin、rosuvastatin， 咁佢哋可以好有效降低你個壞膽固醇嘅，可以降到2%至到5%不等嘅。主要嘅副作用有啲人可能會影響個肝酵素異常啊、肌肉併發症啊嗰啲，所以一般我哋建議呢，用藥之後要4至6個禮拜復檢一次自己嘅血脂啦，同埋 check 個肝酵素同埋肌肉指數嘅嚇。咁呢隻 acetamide 咧，啱啱講啦，可以透過減少腸嘅吸收壞膽固醇啦嚇。咁佢嘅成效就冇他汀類咁好嘅，一般可以降到大約20%到啦嚇。咁呢隻藥嘅副作用相對上少啲，通常用於係第2線嘅藥物結合他汀類去用嘅嚇。常見嘅副作用有啲人腸胃不適啦、肝酵素異常啦，肌肉酵素增高啦。咁但係呢啲係比較罕見嘅。最後一類呢係講緊啲針類，常見幾時我哋會用呢？就係即係假設個病人係好高風險嘅，食住一啲降膽固醇藥，仍然個 LDL 係處於個好高嘅狀態，又或者係本身一啲高風險群組，我哋會建議用一啲針類嘅藥物。常見係有啲 evolocumab、alirocumab 同 inclisiran 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有效降低壞膽固醇藥物，但係就需要打針，可能係1個月1次，有啲係半年1次嘅嚇。需要皮下注射啦。呢啲藥呢，其實個副作用呢就相對係輕微嘅，即係主要係可能注射嘅位置疼痛啊嗰啲。但係呢，就當然就比較貴啦嚇。同埋呢，唔係好多病人就中意打針嘅，所以一般我哋用於第2線啦、第3線嘅使用咁樣嘅。最後想分享一啲關於一啲膽固醇，可能大家有少少有興趣嘅問題啦，就係我每日可以食幾多隻雞蛋呢？咁樣。其實呢，根據2019年、2020年美國嘅指引呢，咁就冇一個充分嘅證據去證明我哋食幾多膽固醇呢係同心血管疾病啊嗰啲有關係嘅，亦都冇證據證明我哋每日食幾多隻雞蛋啊，例如食得越多呢，同個壞膽固醇啊同埋心血管疾病嘅機會有一個正面嘅反應啊咁樣嘅。但係呢，喺糖尿病嘅病人就有少數數據呢，就話如果你每個禮拜食多過6隻，即係每日食多過1隻呢，就有機會增加冠心病嘅風險。所以呢，一般呢啲建議呢，我哋就係反而應該更加注意我哋嘅飲食模式，即係減少一啲飽和脂肪酸嘅吸入，選擇一啲不飽和嘅脂肪酸。至於低膽固醇嘅飲食呢，例如我哋可能聽過一啲可能啲地中海嘅飲食啊，啲人話成日啲人地中海飲食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啊嗰啲呢，一般都係膽固醇嘅含量會比較低啲嘅。所以呢，呢個低膽固醇飲食咧，都係一啲美國嘅飲食嘅都有少少建議嘅，但係就主要都係建議我哋整體希望減少一啲飽和脂肪，同埋選擇一啲不飽和脂肪。我哋希望啦，啱啱再重申一次啦，
食多啲蔬菜啦、水果啦、全穀類啦、健康嘅蛋白質，例如魚啊、豆類啊，咁啊一啲堅果類啊、液態嘅植物油啊，同埋低脂類嘅食物咁樣。咁啊，再講多啲關於雞蛋咧。其實啱啱2025年咧，即係啱啱7月咧，美國一本期刊咧就出咗一個研究咧，就佢哋就將61個人咁就分派咗食唔同嘅飲食。第一類嘅飲食咧就係一啲對照組啦，佢哋又食一啲高膽固醇啊、高飽和脂肪，每星期至少食一隻雞蛋咁樣啦。咁另外咧，有1/3人咧就被委派咧去食每日至少2隻雞蛋咁樣。佢哋嘅飲食咧就係高膽固醇，但係就低飽和脂肪。咁啊，然之後咧有第3類嘅人咧就我完全唔食雞蛋，但係咧佢哋嘅飲食就喺高不飽和脂肪嘅，即係例如佢哋食得多比較牛油啊嗰啲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哋就睇下佢哋依個飲食就維持5個星期，然之後佢哋3組人咧會交替進食嘅。咁啊之後佢哋就睇下食呢個飲食之前同食呢個飲食之後，佢哋個壞膽固醇有啲咩分別嚇？咁啊佢哋就發覺咧，食高膽固醇嘅飲食，但係低不飽和脂肪酸，即係每日食多過2隻雞蛋，每日食2隻雞蛋嗰批人咧，反而佢哋個膽固醇咧，壞膽固醇係最低嘅喎。咁啊，但係咧，所以佢哋個研究佢哋就有個咁嘅證明咧，就覺得反而低膽固醇嘅飲食咧，就其實係減唔到好多嘅 LDL 嘅啫。即係你睇下，如果佢哋食低膽固醇，比起一個食高膽固醇嘅飲食咧，其實個相差咧，其實相差無幾。反而每日食即係高膽固醇嘅飲食，但係低飽和脂肪酸嘅飲食咧，係好有效降低到壞膽固醇嘅。咁啊，所以佢呢個研究咧就覺得咧，就高飽和脂肪酸對於壞膽固醇嘅影響係遠遠大過呢個膽固醇飲食嘅。咁啊，所以我哋再重申一次啦，希望大家注意一個健康嘅飲食模式啦，即係少啲飽和脂肪，選擇多啲不飽和脂肪。低膽固醇飲食咧就唔係個個指引都有咁講啦嚇。咁但係學我話齋，一啲健康嘅飲食，一般嚟講佢哋本身都係比較低膽固醇嘅。至於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內地嘅指引呢，其實佢就都係希望大家食少啲膽固醇，即係每日唔好多過300。咩叫唔好低過300呢？就係一隻雞蛋其實都已經200毫克嘅膽固醇㗎啦。咁啊，一隻鴨蛋呢，鹹蛋呢，其實蛋黃入邊都已經有600㗎啦。咁所以呢，我自己嘅建議就係每日食一隻呢，其實就應該唔會有大礙嘅。咁但係如果有糖尿病嘅病人呢，就最好唔好食多過2隻啦。咁啊，有啲人呢，而家我哋啱啱講咗好多藥物可以降低壞膽固醇啦。咁有啲人可以話膽固醇太低，會唔會有啲咩風險嘅呢？咁有啲數據的確呢，有啲前期嘅數據就話，如果個膽固醇太低呢，係會增加腦出血嘅風險嘅。但係呢，之後有啲更加多嘅數據，即係有啲匯瑞嘅研究啦，有成17萬嘅病人去使用啲膽固醇藥，發覺呢，低膽固醇呢係同呢個腦出血嘅風險係冇關係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咁啊，有啲人就話膽固醇太低會唔會增加腦退化嘅風險呢？咁啊，根據一啲大型嘅研究咧，都話如果令我哋結合一啲膽固醇藥啊，或者針類嘅藥物咧，將個膽固醇降低好低，甚至細過1咧，係對腦退化咧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有啲人亦都有啲問題啦，食膽固醇藥可能會傷肝喎。冇錯，的確有啲病人食咗膽固醇藥係會影響啲肝嘅指數，但係呢個通常同佢嘅劑量同埋強度有關嘅。只有極少數嘅病人咧會出現呢個肝酵素嘅異常。咁而因為食膽固醇藥導致肝衰竭咧嘅案例係少之又少，係少過1/800嘅。咁啊，同埋就算有輕微嘅肝酵素上升，對個肝功能咧其實就冇一個直接嘅影響。咁啊，反而如果你食住一個膽固醇藥，個肝酵素有少少上升，我哋更加應該要查明有冇其他原因，例如食咗啲其他嘅藥啊，身體有冇例如飲咗酒啊呢啲呢，反而我哋要 check 清楚有冇或者一啲病毒嘅感染，例如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我哋要 check 清楚呢啲有冇呢啲影響你個肝酵素，而唔係咁直接停藥咁樣。但係啦，如果你個肝酵素出現
係比較嚴重嘅異常，例如大過3倍啊嗰啲，我哋需要可能酌情停藥或者換藥咁樣嘅。咁啊，所以整體嚟講，我哋降膽固醇藥咧都係利多於弊嘅嚇。咁啊，作個小總結啦，去到尾聲。咁咧，希望大家都希望透過呢個講座咧，都明白到我哋降 LDL 對於心血管疾病嘅健康係非常之重要啦。咁至於每個人嘅水平咧，都係因人而異。本身係高風險群組，就個膽固醇應該壓得低啲。低風險相對上嚟講，我哋容許嘅 LDL 就會容許得即係寬容少少。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學到少少關於一啲健康飲食嘅小知識啦，同埋藥物係好有效可以控制到我哋降 LDL 嘅。咁啊，希望大家唔好太過擔心 LDL 太低有啲咩不良嘅影響，咁啊，他汀類藥物咧喺絕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唔會有相干嘅情況嘅嚇。咁啊，今日多謝大家，唔該晒。好多謝晒鄧醫生。咁果然咧，鄧醫生真係言之有理、言之鑿鑿啦，係咪？咁嗱，聽完佢嘅講座咧，咁大家對脂肪個認識會多好多嘅。咁可能大家心目中已經諗緊，咦，我今晚食嘢點啊？食唔食大閘蟹啊？點樣去做運動啊？等等㗎啦嚇。咁咧就多謝。咁我哋請阿鄧醫生可以就座先啦嚇。唔該。好，唔該晒鄧醫生。喺下邊坐先。我飲啲嘢。係。好多謝阿鄧醫生嘅精彩嘅演繹啦。咁嗱，大家可能有好多問題，不過因為今日有好多精彩，有3個精彩嘅項目啦。咁我有3位即係專家嚇可以喺度。咁但係等佢講完先，咁因為時間關係啊，咁我哋就陣間會有幾個字嘅時間俾大家發問啊，可以大家寫低晒你要嘅疑問下嘅問題啊，可以一陣間可以詢問佢哋啦。咁好，我哋第2位醫生咧，今日就即係會同我哋分享嘅咧，就係阿杜醫生，杜海怡醫生。咁杜海怡醫生咧就係屯門醫院內科同埋老人科嘅副顧問醫生。咁2012年佢喺中文大學畢業啦，咁就然後好快啦，咁2019年咧就攞到個內分泌科、糖尿科同埋代謝科嘅專科資格啦。咁杜醫生咧就一直係一路都係努力為新界西聯網裏邊唔同嘅內分泌疾病同埋糖尿病治療制定好多臨床嘅方案啦，喺治療唔同背景嘅糖尿病人士咧，佢都有即係同埋佢嘅併發症方面咧都有好好嘅經驗啊咁。咁杜醫生一陣間會同我哋分享，當然係關於糖尿病一啲各項嘅問題啦同埋啲併發症嘅問題點樣處理啦。咁大家可能心目中亦有呢個溏心風暴啦即係未搞得掂都即係好大疑問。咁聽完杜醫生嘅精彩演繹之後咧，大家都應該都會好容易比較預測到溏心預測，同埋點樣好似我哋天文台而家咁準確咁樣去點樣處理咗風暴，然後減低咗呢所有啲呢啲可能併發症，或者而家即係嗰個風暴即係嗰啲所產生嘅意外嗰個發生。好，咁阿杜海怡醫生，唔該晒。好，早晨大家，係啦，多謝主持人嘅介紹啦。嗱，我係杜海怡醫生。咁今日咧同大家講呢就係溏心預測咯。咁相信呢頭先大家都聽完呢關於膽固醇嘅即係好多嘅資訊啦。咁下一步咧我哋咧就講關於呢個糖尿病嘅佢嘅併發症啊咁樣啦。首先我大概會講講糖尿病究竟其實喺香港有幾常見啦，跟住就去到我哋嘅戲肉啦，就係講佢嘅併發症，同埋最緊要咧，其實呢啲併發症係可以做評估嘅，同埋我哋最後會講講有冇一啲譬如啲手機嘅 app 啊，一啲計算機啊嗰啲，其實大家翻屋企都可以用下計咧自己究竟有幾多風險㗎喎。咁我相信聽完之後咧，今晚應該大家就會開始食得健康啲㗎啦嚇。嗱，首先我哋根據咧，其實國際糖尿病聯盟2025年啊，全球糖尿病嘅地圖估計咧，其實全球20歲去到79歲咧嘅人士入面咧，原來其實全球係有5.8億人咧係有糖尿病嘅。咁呢個數字其實升得好快嘅。如果去到2050年，其實預估咧就唔止8億嘅，即係唔止5億㗎啦，咁就去到8.5億㗎啦。咁而喺香港呢個都係近年嘅新聞每10個糖尿病人咧就即係每10個香港人有一個糖尿病人。嗱，實質上係咪咁普遍嘅咧？
其實我哋睇翻衛生署嘅數據咧，本港咧大概其實係而家有超過70萬個糖尿病嘅患者嘅。咁真係講得啱，係每10個就有1個人啦，同埋每年都升得好快嘅。咁同埋咧，隨住年紀唔同咧，個發病率都會大大提升。例如15至24歲後生仔，咁咧基本上係得0.6% 嘅人有糖尿嘅啫。但係去到65至84歲嘅組別咧，其實已經係差唔多20% 㗎啦。即係咧喺你大家身邊咧，其實可能係每5個就有1個有糖尿病㗎啦。咁跟住咧，亦都去到糖尿病嘅併發症啦。因為好多病人咧，其實對糖尿病嘅併發症有啲誤解，覺得我冇咩唔舒服就冇併發症啦。但其實糖尿病早期嘅併發症咧，其實大多數都冇明顯症狀嘅。到你有明顯症狀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係中後期㗎啦。咁嚟緊我哋就講講呢一啲併發症，睇下咧有邊啲係大家已經知道嘅，又或者有邊一啲咧原來大家都忽略咗，跟住再睇下佢點樣影響我哋啦。嗱，咁其實咧，我哋分3大類啦。糖尿病嘅併發症，例如紅色字嘅，其實就係啲sorry 大血管嘅病變啦，例如中風啦、心臟病啦、心臟衰竭啦，同埋一啲周邊動物嘅疾病。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哋叫做大血管嘅病變。另外綠色字顯示嘅就係細血管病變啦，即係大家成日所講嘅糖尿上眼啦，即係視網膜病變啦、腎病變同埋神經病變。另外仲有原來其他包括啲感染啊、牙周病啊呢啲咧，都係一啲好常見啦，大家都成日講嘅，大家都知嘅。咁但係咧近呢10年其實越嚟越多研究顯示咧，除咗頭先講嘅大血管、細血管嘅併發症等等咧，原來一啲代謝性嘅脂肪肝啦、骨折咧、癌症，原來其實糖尿都會大大增加咗呢樣嘅風險嘅喎。咁所以可能糖尿病嘅併發症咧，比你想象中多，亦都比你想象中嚴重嘅。咁首先我哋講最常見啦，個個入嚟講糖尿病病人都會知道㗎擔心心臟病喎。其實咧糖尿病咧會增加咗呢啲，譬如大血管病變咧，其實會增加咗2到4倍嘅風險嘅。而話因為有糖尿病嘅病人引發啲心臟疾病嘅死亡風險咧，其實都係一般人嘅大概3至4倍左右嘅。咁樣咧譬如當一個50歲嘅病人，你診斷咗佢有糖尿病，如果你同一時間仲有心臟病咧，其實整體壽命平均係縮短咗12年嘅。咁而呢啲嘅病變咧，其實喺糖尿病前期，即係話你未去到糖尿病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增加緊㗎啦。咁究竟呢啲其實糖尿病點解會影響咁多呢啲血管嘅問題咧？嗱，第一最關鍵嘅就係因為長期嘅高血糖其實咧會影響緊你血管入面嘅一啲內皮細胞嚟嘅。咁咧亦都會令到呢啲血管形成硬化，即係我哋所謂嘅動脈粥樣硬化就係呢樣嘢啦。另外咧就係佢呢啲血管嘅發炎啊變異咧，其實都會影響佢發現突然間出現失血管嘅情況，因為血塊可以失血管。再知咧就係糖尿病亦都高血糖會破壞你嘅神經系統，所以咧你對嗰啲痛覺咧感覺有機會差啲，即係可能開始你覺得好多病人初係唔覺得有痛，因為佢對痛嘅感覺係差咗。同埋咧，因為而家糖尿病都知道其實會引起身體有炎症，即係呢個長期慢性發炎嘅情況。sorry。咁佢嗰個慢性發炎嘅話咧，其實都會影響嗰個心臟嘅肌肉啊，影響咧有呢個嘅心臟衰竭出現嘅。咁然之後咧，輪到啲細血管啦，大家都成日識講嘅喎，入嚟同我講就係話腎病啊，擔心要洗腎啊，擔心咧糖尿上眼啊呢啲嘅。咁嗱，我哋就睇下啦。咁咧，其實所謂嘅糖尿上眼，其實係講緊咧視網膜病變。一般我哋其實如果醫生同你檢查咧，就會發現咦可能有呢個黃斑點嘅水腫啦，又或者甚至有時有機會有啲異常嘅血管新生，甚至啲血管有機會出血嘅情況。咁但係其實糖尿眼咧唔係淨係影響視網膜病變嘅，大家好常聽嘅青光眼啦、白內障啦、嗰啲嘅眼乾症啊，甚至視網膜脫落咧，其實通通都有機會係同個糖尿病都可以增加咗佢哋出現嘅機會嘅。咁其實一般咧，平均喺各地大概2成到5成嘅糖尿病患者其實會有呢個視網膜病變。咁喺香港咧，發病率大概係40% 左右嘅。咁而喺呢4成已經有視網膜病變嘅病人，原來其實當中3成咧，當你發現自己有糖尿嘅時候，即係啱啱診斷嘅時候咧，其實個病變已經存在㗎啦。不過好多時呢啲咧病變喺早期咧，其實個病人未必有症狀嘅。到你有症狀
狀嗰陣時咧，其實已經好差㗎啦，可能。咁所以每年香港咧，其實大概有200個病人咧係因為糖尿眼咧而導致失明嘅。所以其實糖尿眼引致致盲嘅機會咧，其實係高咗，即係接近25倍嘅。而我哋去到腎病啦，大家都好關注嘅喎，係啦，即係會唔會要洗腎呢？究竟有幾多人要洗腎呢？嗱，根據醫管局其實過往26年，由96年做到22年嘅統計啦，每年香港有大概1200至1400個新症，係每年即係因為去到腎衰竭要洗腎嘅，每年新症講緊1200至1400個，一半即係51.5%，超過一半其實都係糖尿病引起嘅，其實遠遠拋離排第2嘅腎炎同埋排第3嘅高血壓嘅。咁當你嗰個腎功能咧，其實係冇咗90%，即係可能得翻1%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病患就要接受俗稱即係洗腎嘅透析治療啊，甚至考慮可能要做腎臟移植啊。咁同樣啊，同其他併發症一樣，早期病人其實好多都冇症狀，到你有腳腫啊，有好明顯症狀咧，其實你可能個腎臟已經有相當嘅影響㗎啦，個腎功能。咁另外去到神經病變啦，嗱，亦都有啲病人嚟到咧會講就係話啊手臂腳臂喎，好似隻手成日都針吉咁痛喎。其實呢啲都係神經病變嘅症狀嚟嘅。咁一般咧講緊香港嘅數據就係大概有1/4嘅糖尿病人其實係會有唔同程度嘅神經病變嚟嘅。咁而當中咧有5至15% 咧，甚至要面對截肢手術，其實個風險相當高。我哋最常見嘅咧，其實就係我哋第一類最左邊周邊嘅神經病變，其實嗰個係主要最常見嘅，通常症狀就係可能由腳板啊、腳趾開始啦，病人開始覺得痹啦、麻痹啦，對啲痛啊、或者感覺啊、冷熱嘅感覺咧係會差咗嘅。咁再後期啲，佢哋可能亦都會出現一啲覺得被針吉、被火燒嘅症狀咧都會有。最差去到好後期嘅呢啲神經病變咧，會有肌肉萎縮冇力，甚至會有傷口潰瘍嘅出現㗎咯噃。咁而第二種喺中間自主神經病變咧，其實係第2常見，不過少啲人講，係因為多數佢控制一啲內臟嘅器官，唔係一啲你肉眼好易見到嘅問題。例如佢哋控制一啲消化系統，即係腸臟嘅蠕動啦、大小便嘅控制、血壓、性功能同埋出汗等等。所以咧，有啲病人有呢啲自主神經病變咧，佢有時會有一個我哋叫做姿勢性低血壓嘅情況，即係佢一坐低起身咧，個血壓低得好緊要，會暈。咁甚至佢可能會覺得腸胃差啦，容易嘔啊、肚屙啊等等嘅，亦都有即係出汗減少啊、小便困難等等嘅症狀嘅。而最後一啲少見啲嘅，例如其他啲神經病變，包括啲好局部嘅神經線病變，譬如面癱都係其中一種嚟嘅。又或者啲腕管綜合症啊、手腕啊、手掌手腕臂啊嗰啲咧，都係一啲典型嘅症狀嚟嘅。咁跟住去到咧嗱，之前講就話近呢10年。脂肪肝都好常講嘅喎，嗱，脂肪肝咧呢樣嘢咧，其實大家就好多病人會覺得佢好良性，咁好多人都有㗎啦，肥啲都有㗎啦，咁但係咧其實佢比我哋想象中咧係多併發症嘅，例如如果因為正常嘅肝臟咧其實個脂肪含量唔高嘅，但係如果你有超過5% 嘅肝臟細胞有脂肪積聚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定義為一個脂肪肝㗎啦。咁代謝性嘅脂肪肝病即係話個病人係唔係因為飲酒而出現呢個肝病嘅，係啦，咁變咗其實我哋而家最新見到咧，呢啲代謝性脂肪肝病咧，大概喺香港有大概1/4嘅糖尿病人，即係即係27% 左右啦，其實咧係有呢個代謝性脂肪肝病，每年其實有超過10萬個新症嘅，即係唔關飲酒事，佢純粹可能係糖尿啦，或者因為體重過重啊，其他血壓高相關嘅引起嘅，咁其實情況好普遍嘅，同埋唔肥都唔代表你冇脂肪肝喎，有2成嘅病人冇超重，但其實佢本身都有脂肪肝嘅問題嘅。咁如果初咧，如果只係一個好起手嘅一啲代謝性障礙嘅脂肪肝咧，好多病人其實都同樣係冇症狀嘅。咁但係如果當你個糖尿唔控制啦，你體重越嚟越重啦，生活習慣唔好啦，其實佢會蔓延，可能當中有超過1成咧，會演變成為中間就係一啲脂肪性嘅肝炎啦，開始。咁咧就開始有機會有症狀，例如黃疸啊、水腫啊、有腹水啊，甚至咧最差嘅情況，個病人可以有啲精神錯亂嘅情況嘅。咁而當你有一個慢性嘅呢啲脂肪性肝炎出現咧，就開始個會結
疤痕啊，即係有啲纖維化嘅組織咧破壞個肝臟功能咧，慢慢其實唔係淨係飲酒，唔係淨係乙型肝炎可以變肝硬化嘅，脂肪肝都可以變肝硬化，同埋會增加肝癌嘅機會嘅。而下一樣咧就係骨折啦。頭先講好多病人都覺得，點解有關骨折事咧？因為其實高糖分除咗影響血管、影響你嘅神經線咧，其實會破壞你嘅骨骼嘅結構嘅，所以咧令到佢哋容易啲有骨折嘅情況嘅。另外因為有啲糖尿藥咧，可能對骨質密度亦都冇咁好，同埋有啲病人可能食咗糖尿藥咧，低血糖、暈低跌親，咁你都會容易啲骨折嘅。咁同埋咧，佢如果有併發症，例如糖尿上眼啦、神經線病變，咁你都係同樣會容易啲跌親而增加骨折嘅機會。平均咧，糖尿病人骨折嘅風險咧，其實比一般人會增加咗2倍嘅。咁最後啦。癌症咯喎，大家最擔心嘅嘢就係點解糖尿都會癌症嘅咧？因為你長期高血糖咧，引起身體各種炎症咧，其實會損害啲 DNA 細胞嘅，亦都會增加咗癌變嘅機會。其實平均增加咗1.3至3倍嘅。咁咧同埋腫瘤細胞咧，其實要好多能量咧去生長嘅。咁你啲高糖分正正就係佢最中意嘅嘢嚟㗎啦。咁令到佢哋咧可以即係繼續變大啊、繁殖啊咁樣嘅。咁好啦，頭先講咗好多併發症，聽完哇已經好得人驚啦，越聽越驚啦。咁但係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我哋要其實頭先講啦，因為好多早期咧其實佢冇症狀嘅，但係當佢冇症狀嘅時候，其實正正就係你可以逆轉佢控制佢嘅時候，所以咧要定期咧接受呢個併發症評估，就係你喺佢未最好就係你喺佢未出現症狀之前咧，你發現咗佢、處理咗、控制咗佢，唔好俾佢去到好嚴重嘅時候先處理。嗱，根據我哋美國糖尿病協會咧2025年嘅指引啦，嗱，其實佢咧係一個幾百頁嘅指引嚟嘅。咁但係我哋重點講就係話啲併發症評估其實評估緊啲乜嘢咧？嗱，其實我哋做嘅咧就係評估你啲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同埋可以用一啲計算機計咧，其實你10年內有呢啲心血管風險有幾高？咁呢個咧就可以話俾你，可以指引下一步就係我需唔需要接受啲治療或者乜嘢程度嘅治療咧？要控制得有幾手緊啊？咁同埋都評估心臟衰竭嘅風險啦，同埋各種頭先講嘅一啲細血管毛病啦、眼睛啦、腎嘅病變啦、神經病變啦，同埋其他呢啲近呢10年我哋都會有新增嘅評估，例如脂肪肝嘅評估、骨質密度啦，甚至咧原來牙科檢查、疫苗或者做一啲同你年齡、性別相宜嘅癌症篩查咧，其實都係佢嘅一部分嚟嘅。如果一個好全面嘅併發症評估咧，其實就應該做到呢一啲嘅檢查嘅。咁嗱，我哋逐樣好快睇一睇，就係話，咁我哋有咩一啲呢啲做併發症評估？頭先講啦，要睇啲風險因素啊，有咩咧？其實大家都知嘅，高血壓、膽固醇高、有食煙、過重，同埋咧可能你家族病歷有家族成員咧好早好後生就已經有一啲冠心病㗎啦。咁而我哋用頭先講嗰啲風險因素咧，其實我哋可以用呢一啲計數機去計未來10年究竟我有幾大機會有心臟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 Framingham 嘅風險模型，其實係最廣泛用嚟計算一個10年嘅風險嚟嘅。咁佢用入13樣嘢啦，即係頭先講嘅年齡、性別啊、種族啊、你啲血壓、膽固醇有冇食煙，有冇糖尿病，有冇食啲高血壓啊、膽固醇他汀類嘅藥物，有冇食阿士匹靈等等呢13樣。其實咧你入咗落去，佢會俾一個風險數字你。如果譬如你低過10%嘅，咁你可能相對地係低風險啲，但你高過20%嗰啲咧，就可能相對地未來10年，咦你有心臟毛病嘅風險就高啲咯喎。咁呢啲可能你真係要好手緊咁去處理你本身有嘅一啲高風險嘅因素啦。咁另外啦，如果我有冇啲乜嘢做到啊，真係可以驗一驗我有冇呢啲毛病咧？嗱，我諗最基本嘅就係一啲冇症狀嘅病人咧，你可以做心電圖檢查。咁如果心電圖真係有問題，又或者其實個病人咧有症狀嘅，即係行幾步都可能心口痛㗎咯喎，咁其實你就應該要考慮揾醫生進行咧其他嘅篩檢啦，例如係咪要做一啲壓力測試啊，或者會唔會直接都要做啲即係通波仔嗰類要評估一下係咪要做呢一啲嘅檢查同治療啦。
而心臟衰竭方面咧，其實而家最新嘅建議咧就係大家可以抽血，抽一個我哋叫 NT-proBNP 嘅水平嚟嘅。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心室細胞分泌嘅荷爾蒙嚟嘅，所以當你個心室譬如因為心臟衰竭有擴張啊、有結構變化啊、心臟肥大啊嗰啲咧，其實呢個水平就會升高嘅。咁佢越升得高咧，即係代表可能你嗰個心室嘅結構又受到一定嘅影響啦。咁所以呢個指數可以俾我哋去預測就係話，你喺將來有呢個糖尿心嘅風險其實有幾高？如果你呢個數值提高嘅，即係有一定嘅心臟衰竭嘅風險咧，其實下一步係可以考慮做一個心臟超聲波檢查，睇下你個心臟結構係點嘅。咁而關於周邊動物嘅檢查咧，其實可以度一個我哋叫做胯骨同臂嘅血壓嘅一個比值咁樣嘅，計翻咧，其實你有冇機會有呢個周邊動物嘅疾病？咁如果個數值有問題，其實下一步都可以照血管嘅，即係可以用超音波啊或者啲血管造影咧做檢查嘅。咁而糖尿病嘅篩查主要其實我哋配合咧唔係淨係抽血嘅，都希望留小便嘅，因為抽血我哋會驗個腎小球過濾率，佢可以將你嗰個腎小球過濾嘅數值分過5個階段去睇下，其實你屬於邊一期嘅慢性腎病變啦。咁但係因為就算你個抽血個腎小球過濾率其實正常嘅喎，但係其實早期咧有啲病人已經出現蛋白尿，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個腎開始有病變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做埋小便測試咧，測試個尿蛋白嘅肌酸酐比值咧，去配合兩樣嘢一齊去做測試嘅。咁而眼仔同神經線方面啦，嗱眼睛我哋除咗做視力測試咧，我哋可能會放大瞳孔同埋咧去影眼底相，就係睇清楚你有冇啲黃斑點病變啊，或者啲出血嘅情況。而對於神經線嘅篩查咧，除咗話睇脈搏啊，睇下你啲皮膚指甲等等咧，其實都會攞一啲音叉去試下究竟你係咪感覺到呢個震動嘅感覺啦，同埋會攞一啲我哋叫做尼龍纖維咧喺腳板啊、腳底啊嗰啲咧試下你感覺係咪正常嘅。咁而代謝性脂肪肝，其實理論上你要測試有冇脂肪肝，標準係應該要抽組織嘅，咁但係因為抽組織呢啲係啲好入侵性嘅檢查，所以未必個個願意接受，因為佢都有一定嘅風險。咁所以咧最新其實我哋可以計一個評分嘅，可以抽血去計一個我哋叫 FIB-4 嘅指數嘅。其實佢睇4個指標，睇年紀、睇血小板同埋2個肝酵素 AST、ALT 嘅指數，去計翻呢一個分數出嚟嘅。咁我哋將佢分就話即係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啦。咁如果咧譬如低風險可以每隔1-2年咧再做一個評分嘅，如果中等風險嘅，咁我哋下一步可以進行第2步嘅篩查，就係做一個肝纖維化嘅掃描，去確定其實你個肝硬化程度去到邊度。嚴重嘅其實就可能要直接轉介專科嘅醫生嘅。咁另外最後啦，仲有一啲我哋即係周邊要做嘅、值得做嘅就係嗱，因為牙周病嘅篩查啦、骨質密度檢查啦，咁同埋一啲我哋話同年齡同性別相宜嘅癌症篩查啦，同埋一啲疫苗啊嗰啲嘅大家都評估下，因為感染啊或者佢免疫力嘅問題，所以就要評估下一啲譬如佢有需要嘅疫苗啦。咁所以咧頭先講就係話，雖然糖尿病嘅併發症有好多，咁但係咧其實你針對每一樣併發症咧，其實都有一啲嘅評估咧係可以做到咧，去睇下你自己係咪高風險，甚至有冇已經出現呢啲病變嘅情況嘅。咁嗱，最後啦，我哋都有啲風險計算機，喂，其實大家可以用下㗎喎。例如好似我哋今日個 topic 一樣，題目一樣，糖心易測。其實咧，大家可以下載係一個手機嘅 app 嚟嘅。咁咧，佢好簡單咧，其實咧係港大醫學院其實用咗好多嘅風險研究普查，制定咗一啲你可以輸入你嘅年齡、身高、體重同高血壓病歷，計一個簡易糖尿病評分，睇翻咦你容唔容易有糖尿病嘅風險啦。咁另外咧個程式仲有下一步可以計下咧究竟心臟病發啊、中風啊、癌症風險，同埋可以計埋肝纖維化指數嘅最新，咁所以咧佢亦計嘅唔同年齡、唔同體重指標有冇血壓高啊，逐個計分。咁啊28分以上咧，其實你都高危㗎啦。咁呢啲咧其實都建議就話，你可以做其他啲抽血測試去睇下有冇糖尿病，例如睇下啲空腹血糖啊、糖化血紅素啊，或者咧做個飲糖水測試啊等等啦。至於幾密要去復檢，就視乎你分數有幾高啦。咁佢亦都咧，好似呢度你睇到我哋除咗糖尿病咧，下面啲心血管毛病、癌症、肝纖維化指數都係咧，你可以入翻自己嘅各樣，譬如你啲膽固醇啊、血壓啊等等嘅指數咧，佢都可以幫你用一啲我哋本港嘅數據去計翻一啲相關嘅資料嘅，係啦。
咁除咗呢啲自己計嘅嘢，其實大家周邊咧有啲政府資源可以用嘅。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大家都善用一啲政府嘅地區嘅服務，例如地區康健中心。其實近年政府都係大量推廣就係一啲基層醫療，其實係政府同埋公私營合作嘅。咁變咗咧其實可以幫大家做到好多健康評估啊，有好多講座，亦都有啲慢性病嘅管理啦、治療啦，甚至好多復康治療都可以做嘅。基本上只要你有香港身份證，願意開呢個醫健通嘅系統咧，其實你就已經可以加入㗎啦。係啦。咁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咧嗱，大家聽咗恐嚇咗大家好耐啦。咁咧，但係其實咧最緊要係知道，雖然佢有好多嚴重嘅併發症，咁但係咧其實咧佢絕對咧係好多係可以處理，同埋最好喺早期處理，唔係等到咧已經心臟病發個心臟功能已經得返1-2成，個腎又要洗腎，又要咧去做截肢斬腳嘅時候咧先嚟處理嘅，因為嗰啲係大大影響緊你嘅生活質素嘅。咁應該喺好早期未有事之前處理咗佢咧，咁大家就可以即係周圍去啊，有好多好食嘅嘢都仲可以食得嘅，係啦，享受生活嘅，係啦。咁今日多謝大家。OK， 好多謝阿杜可怡醫生咁精彩嘅演繹嚇，咁就大家都可以睇到點樣可以預防性醫治療，亦都可以領略到啦，咩糖心預測啦，就算我哋都嗰個頭先俾嗰啲 Apps 都係對我嚟講都係啲新嘢嚇，咁我都學到嘢。希望大家一陣間當然有一啲問題，亦都可以繼續問即係問下杜醫生佢哋啦嚇。咁我諗就可以將第三嗰個講者嚇。OK， 咁我哋下一位嘅講者呢都係一位重量級嘅講者嚟嘅。咁佢就係葉大鵬醫生啦。咁我相信呢就好多在座呢都可能喺報章或者電台都聽過佢講嘢嘅。咁嗱，葉醫生呢就係糖尿病及內分泌科嘅專科醫生啦。咁之前呢，就佢喺東華東院呢係內科部嘅顧問醫生。咁退咗休之後，東華醫院係東華醫院內科部嘅顧問醫生，唔好意思啊。咁退休後呢，就做咗私人執業啦。咁佢亦都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院醫學系嘅榮譽臨床副教授啦，亦都係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嘅兼職講師，咁亦都係香港骨質疏鬆學會嘅前任會長啦，依家就係理事，咁亦都係亞太骨質疏鬆症聯盟科學顧問小組嘅特邀成員嘅。咁喺2013同埋2024年呢，咁葉醫生呢就係香港骨質疏鬆學會骨質疏鬆症臨床管理指引嘅首席作者。咁呢就我哋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我哋喺醫院工作呢，都見到好多啲病人呢，就因為跌親入院，跌親之後呢就骨折。咁所以除咗我哋治療呢，我哋都希望睇下喺預防方面呢，大家有啲咩可以做啦，或者點去檢查啦。咁今日葉醫生呢就會同我哋講呢骨質疏鬆T 數值嘅一啲嘅迷思嘅。咁多謝葉醫生，唔該。好。多謝劉醫生嘅簡介啦，所謂亦都唔簡㗎，講咗好多無謂嘢啊。咁希望大家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叫骨質疏鬆嘅特別問題，叫 T 數值的迷思。咁大家成日我諗在座亦都好多上咗年紀嘅人士啦，咁可能亦都有曾經做過骨質密度檢查㗎啦。咁骨質密度好多時大家睇同啲醫生睇個報告嗰時就話你個 T 數值係幾多幾多，所以你有疏鬆啦，或者 T 數值唔係好差，未有問題喎。咁其實 T 數值係啲乜嘢嚟呢？大家點樣去對嗰個骨質疏鬆嗰個報告嗰個 T 數值嘅一個理解係咩呢？咁今日可以希望大家經過呢一個講座就明白多少少啦嚇。咁第一先講翻咩叫骨質疏鬆症先。咁大家喺呢一幅圖度睇到啦，呢左手邊呢一個所謂喺電子顯微鏡下邊睇到嘅一個圖片，就係一個正常嘅骨骼或者骨骼啦嚇。咁骨骼啦，或者講下，咁嗰條骨骼咧，你見到咧嗰個骨質咧，其實就係即係每個骨同即係顯微鏡下睇到咧，佢係見到啲骨支架好粗壯嘅，嗰啲窿好細嘅，就好明顯咧。如果你比對翻右邊呢個我哋叫做疏鬆的骨骼咧，你見到啦，如果係年紀大咗啦，或者尤其收咗經後嘅婦女啦，你見到啲所謂骨支架咧就開始就變幼啦，甚至有啲斷裂嘅狀況嚇，佢個密度個骨支架嘅密度都開始減少啊，所以就咁睇個樣都知啦。如果萬一跌落地嘅話，
右手邊嗰個人士有咁嘅骨骼呢，好易就再斷㗎啦嚇。咁左手邊嗰個人士起碼跌落地嘅話，大好多時如果個創傷度唔係太大呢，都唔會有斷骨嘅情形出現啦。咁究竟香港有幾多人有患上呢個骨質疏鬆症呢？咁其實就正式嘅統計係冇嘅，或者話俾大家聽咁但係隨着人口老化呢，估計嚟講呢，停經後嘅婦女呢，根據外國嘅資料或者嘅數據呢，都話俾我哋聽呢，大約有1/3嘅收經後嘅婦女呢，都會罹患呢個咁嘅特別病症，叫骨質疏鬆症啦。男性呢，並不能夠避免有呢個病㗎，因為有好多時間，大部分人我覺得好似係女性嘅一個專有病，其實並不是喺男性，尤其是上咗年紀50歲以上，包括我在內啦，因為我退咗休啦。正話頭先主持人介紹，我都有1/5機會呢係會有呢個骨質疏鬆症嘅嚇。咁如果有骨質疏鬆症呢，最大問題呢，唔係話就咁嗰個度數低咁簡單。最大問題呢，啲病人如果真係有時跌落地，會有好容易有骨折啦，甚至有啲人唔跌落地，譬如大聲咁咳一咳，向前咳一咳，或者彎身去做一啲比較高危嘅動作啦，譬如有跌咗或者拎啲重嘅去超級市場買完米大減價，今日快啲買2包，2隻手喺度稱住，點知彎一彎腰，白一聲，跟住就可能會有個骨折啦。咁所以有時唔需要跌落地都會有骨折，尤其是脊椎骨嘅骨折，而脊椎骨折係最常見嘅一個骨質疏鬆性嘅骨折啊。但係都俾人忽略咗啊，因為部分人呢，有1/3人呢個骨頭冧咗呢，自己冇感覺㗎。即係你問翻佢，照咗 X 光發覺原來個骨冧咗一截喎，但係問翻佢以前你有冇痛過啊？有冇成個跌落地啊？全部都冇㗎嚇。咁呢啲有1/3人呢，完全冇症狀嘅，有骨折啊。咁第二個常見嘅骨折地方呢，就係嗰個所謂髖骨關節啦。咁髖骨關節就最嚴重嘅骨折。咁在座如果屋企入邊有啲比較年紀大嘅長者曾經試過跌斷個骨呢，你知道第一佢就可能要做手術啦，第二就要經過一段比較漫長即係以月計啦嘅一個復康治療咧，先至可以回復翻所謂恢復翻佢嘅行動能力啦、活動能力啦，但亦都有起碼有成30%人以上呢，佢個活動能力係受損，甚至有部分人士要轉咗去安老院嗰度要長期揾人照顧啊。咁所以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個骨折，我哋叫髖骨骨折或者叫麒麟教嘅骨折啦。咁另外一個比較常見嘅地方呢，就係嗰個叫橈骨啦。橈骨係咩地方呢？就係隻手腕骨啊，手腕有前臂呢有2嚿骨嘅，咁而其中呢度呢個手腕骨有時跌落地呢就會斷嘅嚇。咁點解會斷呢？咁通常呢啲發生喺咩人身上呢？係一啲比較相對後生啲嘅骨質疏鬆症病人。點解呀？因為佢後生，即係話佢嗰個反應唔係咁差啦，一跌落地就識得伸隻手出嚟就頂住，但係點知隻手唔夠力啦，咁所以經過嗰個創傷力呢，就會導致佢骨折啦。但係如果年紀大，譬如75歲以上或者甚至65歲以上嘅病，有時佢個反應冇咁好咧，你跌落地嘅話，根本啲手未伸出嚟，佢個 pat 已經落咗地先，咁 pat 落咗地先就會導致中間嗰個所謂髖骨關節折斷啦。好啦，咁其實香港呢個骨質疏鬆骨折呢，根據過去嗰20年度啦嚇嘅統計呢，呢個係醫管局嘅數字嚇，黃教授喺中文大學一個全香港一個統計嚟㗎，由2004年去到2018年呢，香港嘅醫學雜誌都即係刊登咗㗎啦，發覺嗰個骨折發生率呢，其實係隨住時間呢係不斷咁上升。咁而佢計嘅就係講緊係入咗醫院嘅發生率啫喎，但係頭先提過咧，有好多人因為腰骨冧咗、扁咗，佢未必需要入醫院嘅，因為佢淨係痛啫，就揾咗醫生食一止痛藥或者做一啲所謂物理治療，佢就未必需要入院嘅。所以嚴格嚟講呢，佢嘅發生率呢係比而家呢個圖表出現嘅係更高。咁就咁單純睇2018年，大家見到啦，都已經接近成8000幾宗，即係超過8000宗嘅骨折㗎啦嘅個案，就包括咗髖骨啦、橈骨啦同埋肱骨。肱骨呢係嗰個我哋叫上臂呢嚿骨就叫即係跌落地，個膊頭落地先，咁呢個位置呢就會有機會斷裂啦。咁呢個就叫肱骨。但係呢個係3個比較常見骨折導致入醫院嘅一個原因嚟㗎。
咁啊，講翻今日主要嘅題目啦，就係 T 數值啊。咁 T 數值係點樣得翻嚟嘅呢？咁首先嚟講，骨質疏鬆嘅診斷呢，大家知道啦，最標準呢就係要度一個叫骨質密度檢查啊。骨質密度英文叫 BMD 啊。咁呢個骨質密度檢查點樣度出嚟嘅呢？咁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係啦，有啲人又話度超音波，記住話俾大家聽先。超音波呢類型呢，就並且一個好籠統嘅一個評估嚟嘅啫，並不非常正確嘅。即係話，如果你超音波度到好低，唔代表你有骨質疏鬆；超音波度到唔低，亦都唔代表你冇骨質疏鬆。所以嚴格嚟講咧，呢個超音波量度其實大家冇必要去做㗎嚇。不過貪得意去擺隻腳去玩下就得。如果有啲 coupon 送下，有啲嘢送，你咪去做咯。冇就無謂去做啊嚇，嘥時間同埋俾咗錯誤嘅一個評估俾你嚇。你以為度到冇嘢喎，醫生話冇嘢，咁我由佢咯，咁唔使去正式去做一個骨質密度評估係，所以小心啲啊。咁骨質密度測量檢查其實最標準咧就係用一個叫 DEXA 啦，我哋叫雙能量 X 射線吸收儀。咁好，你見到呢個我哋一個病人啦，咁瞓咗喺度，嗰個咁嘅機咧就好似一個 C 字形嘅一個 X 光機咁。其實佢個 X 光劑量咧，大家唔使擔心，佢比普通一張 X 光嘅劑量，譬如照肺咧，佢係得佢大約1/20到嘅劑量嘅。所以你照20張 DEXA 啦，即係都冇一張 X 光普通 chest X-ray 咁多，所以其實佢嘅 X 光劑量係非常低嘅嚇。所以就算你每年照咧，都唔係一個大問題。不過當然亦都未必需要去到每年照啦嚇。咁就咁嗱，你當個病人喺度瞓喺度之後咧，會度兩個位置啦。主要嚟講係度個脊椎骨嗰個骨質密度啦，同埋嗰個髖骨關節呢個兩個地方嘅骨質密度嚟嘅。咁我哋就睇睇啦。譬如你度完之後咧，咁有個咁嘅報告啦啊。呢個就係我哋通常我哋度就度兩個位置，就係脊椎骨，我哋叫因為佢係啲中央位置，我哋叫做 central 英文叫 central DEXA。咁即係度啲中央位置，包括脊椎骨同埋髖骨關節呢兩個位置。咁大家見到好多時佢整咗一個報告就會一個圖表啦，一個圖啦，影你個脊椎骨啦。另外就係有個表咧，就列晒，通常就度第一節嘅脊椎骨去到第4節嘅脊椎骨，我哋嘅 L1 至 L4啦。咁你見到啦，佢又度出嚟咧，就會好多唔同嘅數字。咁大家睇咧就要睇個BMD 就係佢真正嘅骨質密度啊！呢個就係佢個骨質密度啦。咁但係我睇個骨質密度都唔知究竟係好定唔好㗎。咁就有一個數值就叫 T 數值啊。T 數值就係有個度數，譬如呢個病人咁啦，全部都係大致上係正數嘅。咁即係話佢唔係。即係冇負數就好嘢啦。依家點解釋咩叫負數，咩叫正數嚇？咁呢個病人就冇負數嘅，即係其中一個係所謂有負0.1啦。但係 overall 我哋 total 我哋就 L1 至 L4 咧都係正數。咁所以呢個病人相對嚟講骨質密度就比較正常啦。咁但係除咗睇呢之外咧，其實都要睇埋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就係第一睇下你嗰個，喺度冇錯啦。咁呢個病人咧就係一個男人啦，同埋最緊要睇佢嗰個叫 Asian 啊，即係因為你每一個骨質密度個 T 數值咧係同咩人比較咧就好重要嘅。如果你同外國人比較咧，好多時會低啲嘅。但係如果你要同翻亞洲人或者香港人自己華人嚟比較咧，咁當然個數字就比較準確啲。而家我哋建議咧都係用翻同種族嘅人，或者甚至即係最差都即係同亞洲人去比較，就唔好話同外國人去比較，因為有部分嘅呢個骨質密度嘅化驗所咧，係有時用呢個所謂鬼佬啊，即係外國人去比較，所以度出嚟比較低嘅時候，我哋就建議就用翻 Asian， 即係或者香港 local 嘅，即係本地嘅香港華人啦啊。咁你呢個頭先睇到呢度啦，其實頭先嗰個圖啦，大家睇到啦，我哋通常睇到 L1、L4 個 total， 我哋睇個 T 數值啦，咁就係呢個正數0.2啦。咁另外隔離有個叫 Z 數值喎，係啊 C score 我哋叫Z 數值係咩嚟嘅？其實係同你呢個 T 數值咧，就同一啲所謂後生嘅婦女去比較，後生仔比較嚇，後生仔。咁呢個就同你同年齡啦，即係你係60歲嘅就同60歲嗰班人比較，80歲就同80歲嗰班人比較。咁陣間點樣比較呢？有條 formula， 有條叫工程式啦，所謂方程式啦。咁另外除咗有個脊椎骨之後呢，我哋睇埋個股骨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個股骨，通常係度左邊嘅，除非個左邊譬如做咗手術斷咗骨啦，唔能夠再度啦，我哋先至建議用右邊嘅啫。如果唔係大部分嘅，我哋都係建議用左邊。咁亦都
都有好多唔同嘅數字。不過有啲化驗所咧已經簡單啫，幾啲冇用嗰啲數字佢就唔印俾大家啦，淨係印兩個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咩呢？第一就係嗰個骨頸位，我哋叫 femoral neck， 即係呢個位置啦。嗰個所謂骨頸位，因為跌落地咧最易斷就呢個位嚇。咁呢個就叫骨頸位。咁你見到啦，呢個數字個 T 數值咧就係負0.3，即係佢已經比後生嘅人低少少。但係咪叫唔正常呢？一陣間再講啊。咁另外咧就睇最底嗰行嘅 total， 即係成個 hip 髖關節嘅地方，究竟佢嗰個所謂 T 數值係幾多啦？咁你睇到呢個人又係正數，亦都唔係一個嚴重嘅，即係暫時未有骨質疏鬆症嘅問題啦。咁最後啦，咁通常呢，我哋就度中央兩個位置，但係有部分病人呢，我哋會度埋第三個位置嘅嚇。咁第三個位置呢，就係叫做前臂骨質密度，前臂即係隻手啦，前臂即係前邊呢個位置度啦嚇。咁呢個就係成日話跌落地斷骨嘅位置嚟㗎嘛。咁所以就會度埋嗰個位置。咁但係唔係通常standard 嗰啲咧就冇度嘅，除非咩人會度呢？譬如你度個腰骨，因為有啲人腰骨呢係好退化得好緊要，好多骨刺，所以度出嚟嗰個骨質密度係唔準嘅。所以千祈唔好話一度到個骨質密度話正數話好嘢喎，其實正數嘅人可能因為佢太多骨刺，所以我哋睇呢個報告呢，一定要睇佢嗰個所謂嗰個 image， 即係嗰個圖片，睇下佢有冇特別嚴重嘅退化。如果有退化，呢度好多骨刺生晒出嚟嘅，特別變咗啲白色嗰啲咧，係好嚴、好光、好多好唔同嘅白色嘅。咁所以就嗰啲我哋咧，如果就唔準確，有時可能我哋會度埋呢個手骨嘅位置去做多啲評估啊。咁但係手骨嗰度咧就亦都係啦，淨係睇我哋有個叫1/3嘅地方，我哋就睇佢嗰個骨質密度啦。咁所以通常就評估頭嗰兩個就一定會做嘅，第三個就唔係個個病人都需要做。咁乜嘢叫 T 數值啦？頭先講過，點解我哋成日個 T 數值好似好重要咁樣呢？咁 T 數值係啲咩嚟㗎？如果英文嚟講呢，呢個就係嗰個 measure BMD 減咗 young adult mean BMD。如果中文我嘗試翻譯咗變咗咁樣啦，就係你直接度個病人嘅骨質密度，即係頭先我哋講邊個啊？即係呢一個就係個 BMD，就係個骨質密度，就係佢嘅正式嗰個密度嚇。咁就將呢個密度減咗一個年輕人嘅平均骨質密度，即係年輕人意思即係大約係25至30歲度啦。就我哋叫做當佢嗰個人士最高峰骨質密度嘅時間嚟嘅，就係25至30歲度啊。咁你就同佢比較，咁如果你係60歲嘅，你同一個後生比較，咁你梗係低過佢㗎啦，係嘛？咁所以通常一減咗佢之後就變咗咩啊？負數啦。咁所以大部分人嘅收經婦女去度呢，都會係負數㗎啦啊，就唔應該係有正數就好，一係就好叻，真係好叻，一係就根本係嗰個骨質，即係佢嗰個譬如有太多骨刺而導致，或者有其他有啲疾病啦，當然，但係嗰啲唔會詳細講啦。咁減咗之後呢，再除翻一個叫做年輕人口嘅標準差。如果讀過 statistic， 即係讀過統計學嘅，就知道咩叫標準差。標準差呢，嗱我要呢度啦，係啦，我俾咗個圖大家睇。呢個係一個當正常。即係等於高度啊、體重啊，你喺一個正常人口裏邊，即係當然有人肥、有人瘦、有人高、有人矮，喺一個所謂我哋叫做一個正常嘅分佈 （normal distribution）。咁嗱，當你呢個骨質密度亦都係一樣啦，都係一個正常分佈。即係當然有啲人好高嘅骨質密度，但係呢度咧就好高嘅骨質密度，呢一邊咧就係好低嘅骨質密度。咁通常越好高峰、非常高嘅，譬如正3嘅，當然係好少啦，所以你見到呢度係好少人係有咁啫，大部分人咧都係喺中間呢個位置，呢個就係所謂 normal distribution 正常分佈。咁如果根據統計學咧，就會將呢個分佈咧，如果經過統計學咧，就會將佢可以分開做一個所謂 standard deviation， 我哋叫標準差，係啦，標準差。咁所以你越離呢個標準差越遠咧，就代表你係一係越高，一係就如果你喺呢邊就越低咁解啦。咁所以就變咗嚟講咧，佢喺呢度咧就將病人度出嚟嘅骨質密度減翻一個年輕高峰骨質密度最高峰時候嗰個骨質密度，再除翻嗰個標準差，就得到個 T 數值啊。咁就咁呢個 T 數值都係屬於一個統計學嘅一個指標嚟嘅啫咁你睇到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定義咧，咩人叫疏鬆咧，就係用個 T 數值去決定嘅。咁如果個數值係大過負1咧，咁都叫正常大過負1，即係負1以上，即係你比起
負一嘅意思即係你比起你後生嗰班細嗰啲人呢，你係爭一少少啫，都係負數，都係差啲，不過就爭少少，少到嚟呢就少過一個所謂 standard deviation， 一個標準差，咁你都叫做正常。但係當你呢個 T 數值係低過負一啦，但係就未低到負2.5嚇。sorry， 呢度可能倒轉寫，應該係 T 數值大過負2.5，倒轉寫，即係個 T 數值係大過負2.5，但係又細過負1咁先即係負1至負2.5之間啦咁呢就叫低骨質量或者叫骨質稀薄啦，簡單嚟講就係叫低骨質量。如果個 T 數值係好嚴重偏低，即係2.5個標準差，比起後生嘅人低2.5個標準差啦，我哋就符合咗世界衛生組織骨質疏鬆嘅定義啦咁加埋，如果你曾經有試過骨折，但係當然我哋講緊係啲骨質疏鬆性嘅脆性骨折，即係唔係話撞車撞完之後撞斷咗你，跟住咁你又叫嚴重，但係其實都嚴重㗎啦即係俾撞車撞到不過以醫學角度嚟講，骨質疏鬆嘅嚴重呢，就代表你有度出嚟負2.5或以下，加埋你曾經有個骨折歷史係脆性骨折脆性即係普通就咁跣低都導致骨折，咁就叫脆性骨折。如果你由10樓有個樓梯碌落嚟，咁你係人都折啦咁所以呢就唔當嘅。但呢啲我就叫嚴重骨質疏鬆。所以淨係單純睇個數字 T 數值呢，我哋未必叫佢嚴重嘅。雖然有啲人話數字負3.4呢，如果以醫學嘅定義，佢就唔叫嚴重骨質疏鬆，但係其實負3都係嚴重啦，所以呢啲係個名嘅問題啫。不過就即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俾我哋嘅名啦總之我哋都要睇兩樣嘢啦，有冇試過骨折同埋個 T 數值有幾低，呢兩個係最重要嘅因素啦咁 T 數值其實代表咩呢？咁除咗佢係一個骨質疏鬆診斷嘅一個標準之外啦，所以其實每跌一度嘅骨質密度減跌。即係減咗，譬如 T 負2.5同負3.5嘅病人，其實有咩分別呢？負2.5嘅都要疏鬆，都已經骨折風險高㗎啦。如果你係負3.5嘅話呢，你比起負2.5嗰班人呢，仲要骨折風險係增加1倍嘅。即係你每數值每低一度，你個風險就增加1倍明唔明嗰道理？所以個 T 數值有咁嘅重要性咁但係有啲人會問啦，咁我唔係骨質疏鬆啦，我係負2.5以上啦，好嘢，拍手，跟住走去中意，即係唔理啦，以後都唔理啦。咁其實呢個係咪正確呢？咁我哋俾啲數據俾大家睇下啦。咁樣呢個呢就係一個好大型嘅研究，所謂大數據啦，超過14000個人啦咁就喺荷蘭鹿特丹做嘅研究。咁佢就喺呢個研究呢係一個所謂跟進性嘅研究，跟進咗就超過10年㗎啦，平均都有10.7年啦咁就揾咗14000幾個超過55歲，即係接近收經嘅即係收經咗後嘅婦女或者係男性啦，但係年紀比較即係中年男性以上㗎啦即係雖然都可以參加中年好聲音咁但係都已經係咁就進行咗髖部嘅骨質量度，跟住就追蹤佢哋10年以上咁其中呢，發覺有2成嘅人呢係斷咗骨嘅，即係10年裏邊喺14000人裏邊呢已經有2成斷骨啦，所以其實骨折係即係骨質疏鬆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咁你跟住我哋，而且就至少發生咗1次我哋叫非脊椎性骨折，即係唔計腰椎，因為腰椎嗰啲骨折呢未必會入醫院嘅，但係其他地方譬如手骨斷啊、腳骨斷啊、即係嗰個 hip 即係嗰個髖骨斷啦，就一定會入醫院㗎。咁就睇佢統計翻呢班人，咁上邊呢行呢就係所謂髖骨骨折，下邊呢就其他所有非脊椎性骨折，即係包晒所有骨折。你見到最多人出現嘅最多嗰個組別係邊個組別就係灰色呢個組別係最多人。而灰色係代表咩呢？如果你哋睇呢度呢，就係我呢個睇唔到因為太細。呢度睇灰色呢就係你見到啦，並不是係骨質疏鬆性嘅組別，係 osteopenia 係中間嗰個組別，即係負2.5同負1之間嗰個組別，你明唔明黑色嗰個組別呢先至係骨質疏鬆嘅嗰個組別，所以你話有骨折嘅病人呢，其實係少於一半人呢，係因為係真正喺度骨裏邊有骨質疏鬆嘅人嘅發生嘅，你明唔明個道理或者明唔明大家即係因為點解呢？如果你睇翻頭先嗰個圖，你就知㗎啦。其實sorry 呢個圖
因為大部正常嘅骨折就喺即係咪正常嘅骨質密度喺呢大部分係喺呢度啦，叫 normal 啦，我哋叫做負一以上叫 normal 啦。但係其實骨質疏鬆嘅病人咧，其實只係呢一橛啫嘛。其實大部分人咧都係喺呢一橛啊，呢個藍色呢橛啊，-2.5以下咧就係叫綠色呢橛就係疏鬆係最高危嗰班。但係喺呢橛嘅病人係藍色呢橛咧，就係我哋叫骨質稀薄啦。呢橛嘅人咧嘅人數咧係遠遠多過骨質疏鬆嘅病人㗎。咁佢個數字大，如果佢雖然佢個骨折風險係冇綠色呢班人咁高，但係因為佢數字大，所以佢個 number 第日骨折嘅出現嘅嗰個 number 咧，其實係仲多過完全因為骨質疏鬆而導致骨折嘅病人㗎。咁所以喺骨質稀薄嗰班病人呢，-1至-2.5嗰班人呢，係絕對唔可以忽視㗎。因為如果你單純淨係處理綠色線骨質正式度骨密度係-2.5以下嗰班病人，你去照顧佢嘅話呢，你就忽略咗一班中間嘅病人，而佢嗰班人第日出現骨折嗰個 total 個 number 呢，係仲大過你因為完全骨質疏鬆而導致骨折嗰個班病人嚟㗎嚇。所以臨床呢，我哋除咗要睇下佢有冇個骨質密度係咪低之外咧，最緊要係睇佢有冇所謂 clinical fracture， 有冇其他嘅骨折嘅風險因素。即係正如頭先心臟病，你睇好多其他嘅風險因素，唔係單同你一個，你要睇埋血壓、膽固醇有冇其他問題。咁呢個一樣啦，要睇埋其他。咁有乜嘢其他因素呢？其實大家喺網上邊亦都有呢啲所謂計算機嘅計數機嘅，就叫網上骨折風險評估嘅工具，叫 FRAX 嘅。咁你可以個網址喺度啦。其實你打 Google 打 FRAX 落去呢，佢自動都會帶引你去到嗰個網頁㗎。咁你呢個 FRAX 呢，其實係一個所謂country specific 嘅，即係話係唔同人種有唔同嗰個計算方法嘅。你要揀翻香港啦 ，China 香港，咁就可以Asia 啦，先揀 Asia， 跟住去 China 香港，跟住呢就會去到呢個網頁呢，佢就會有個我呢度揀咗佢中文版，佢又話繁體中文，但係都係簡體，我都唔係好明啊。佢話佢係繁體中文喎，但係完全都係簡體嘅嚇。咁所以呢，嗱佢有11條問題，同埋如果你度過骨質密度嘅，你可以當第12條問題就係問你個骨質密度有幾高，你只要打落去嘅啫。咁你見到啦，你譬如我俾咗一個例子，譬如一個病人70歲，女性，55公斤，160嘅高度，咁問佢有冇試過？其實佢都唔明，佢都唔點解 consult 一啲所謂識中文嘅人啦嚇。佢咩叫上一個斷裂，我都唔知佢講乜。咩叫上一個斷裂啫啊？其實意思係話你以前有冇試過骨折咁解？有你就答有，即係冇就答冇。咁呢個咧就家長髖關節骨折，即係話你個家長，即係你個爸爸媽媽，佢意思即係 parent 啊。你個爸爸媽媽有冇試過有呢個所謂呢個關節斷裂？如果有嘅，譬如呢個病人我剔咗有啦，咁你就剔咗喺度啦。咁跟住就有冇食煙？呢個簡單啲啦，冇錯啦啊！咁就係有食煙嘅，你剔咗佢啦。跟住第二呢個就想就係有冇食緊呢個叫咩糖皮質激素係啦。其實係睇下有冇食嗰啲類固醇嗰啲藥物治療啦。跟住下邊呢個叫類風濕關節炎，因為類風濕關節炎證實咗係同骨質有關嘅骨質咁，所以都佢問你有冇呢個病歷啦。另外一個就叫咩繼發性骨質疏鬆症，即係有冇其他原因導致骨質疏鬆？譬如有啲人有甲狀腺病，咁你都會導致骨質流失啊，你就當佢係即係變咗剔咗呢個㗎啦。咁另外就飲酒啦，飲酒過量有冇飲多過3個單位或更多喎？咁你又剔咗佢啦。如果你照個骨質密度嘅，譬如呢個病人我就打咗佢照個骨質密度0.699咁樣啦，我哋打咗叫做GU-LUNA 啦，係啦，即係一個佢因為度骨質密度有唔同嘅 model 嘅，有香港最常用嘅就2種，一種叫 Hologic， 有一種叫做GU-LUNA 係啦，咁定係有個而家最新我見到有啲骨質疏鬆嘅化驗所係度呢個 Osteocin 嘅，都係喺呢度都有㗎，呢度揀有得揀嘅，其實係可以揀。睇下最緊要你度嘅 model， 咁你將佢入晒去之後咧就計算，一計算咧就發覺就呢個病人咧就10年裏邊嗰個骨折風險咧，主要骨折風險就係22%。單純睇個髖部關節風險咧有14%，咁係叫高定低啊？高
有啲人話低，有啲人話高，咁所以就要參考我哋嘅指引啦。咩叫高嚇？咁呢個值唔值得治療呢？咁其實我哋頭先講過啦，主持人介紹我哋2024年咧都出版過我哋骨質疏鬆學會嘅一個最新建議。個治療基準呢係咩呢？咩人需要治療呢？第一就曾經試過有骨折歷史嗰啲，當然啦，因為佢已經證實咗佢有骨質疏鬆骨折啦。第二就係話，如果度出嚟個脊椎或者股骨嘅數值係已經係骨質疏鬆範圍呢，即係頭先我講藍色嗰部分呢，即係你有骨質疏鬆，咁你而家要醫啦。咁其實有第三個治療基準嘅就係話，如果你係屬於低骨量-1、-2點之間，你用頭先個 FRAX 嗰個評估，如果個評估出嚟個骨折風險10年嘅風險係大過20，或者個髖部骨折風險大過3呢，都係值得治療嘅。咁所以頭先呢個病人係點啊？嗱，兩個都超標㗎啦，22% 同埋14%全部都超標㗎啦，所以呢個係值得治療嘅。咁藥物治療主要有2大類啦，一種叫抗骨吸收藥物，就係我哋叫被動式，即係制止啲骨佢再流失。第二種類型叫主動式，就刺激啲骨形成。咁香港有2種。咁至於邊一類型適合呢？因為被動式嘅藥呢，有打針有食藥嘅，而主動式嘅呢，全部都係打針㗎啦。打針即係打皮下注射。咁至於用邊種方法呢？其實係由醫生決定，你同個醫生商量過之後決定咁當然越高風險嘅就用主動式，越低風險嘅就用被動式咯。所以咁最好如果係高風險嘅病人呢，千祈即係而家嘅建議都係先主動後被動先至最好，因為如果你用先被動後主動倒轉嚟去用呢，你嗰個主動式藥物嗰個療效呢，會係有打咗折扣嘅，可能打咗30%嘅折扣嘅。咁所以變咗嚟講，絕對係建議，如果係高風險嘅病人，先主動後被動，呢個係而家全世界嘅指引都係咁樣用㗎啦，係啊。咁當然飲食大家注重呢個維他命 D 吸收，呢啲唔講啦，做多啲運動啦，健康生活模式呢啲緊要㗎啦呢啲即係適合於所有嘅病，都唔係單止骨質疏鬆不煙不酒嗰啲啦。咁同埋最緊要係屋企咧，就屋企咧就要安全啲咯。所謂點解咁得意嘅？佢呢度唔可以睇到其他嘢嘅，我寫咗3行嘢嘅喎。佢一落去就冇咗，唔緊要啦。總之慎防跌倒，慎防跌倒就係譬如屋企嗰啲電線啊，唔好擺喺地下啊，小心啊。水滑就即刻要拖咗地啊。啲後生一見到啲水，唔好俾啲老人家行入去啊，咁嗰啲啦。咁所以就可以有效咁預防到骨折啦。咁所以有興趣，不過呢個就唔係俾市民用嘅。不過有興趣，大家對於呢個病想了解多啲嘅，同埋我哋嘅指引，你可以上網特登去香港醫學會香港呢個醫學雜誌嘅網頁 download 我哋2024年嗰份指引咯，不過全部英文嘅所以變咗有興趣就睇啦。如果唔係咁，祝大家身體健康多謝各位。好多謝葉醫生精彩嘅分享咁我哋而家請3位我哋嘅講者啦今日嘅專家。咁我哋有15分鐘嘅發問問題。咁大家就如果你就近有咪嘅，可以就用個咪。如果真係如果喺個裏邊一啲嘅，咁你舉手，咁我哋啲同事就會拎個咪俾你，咁大家可以可以有提問嚇，咁希望可以解到你心中嘅疑團。唔該，好，中間。你好啊，醫生，我想問呢，嗱，我呢就31歲已經有糖尿病㗎啦，就我食咗20幾年藥㗎啦，但係呢，我啲糖化血紅素呢，即係長期都保持住6.5、6.7嘅，咁但係呢，我發覺我即係晏晝食完嘢之後呢，我長期都10嘅喎，即係度嗰啲篤手指呢，早上呢就6.4嘅，但我發覺而家年紀大咗之後呢，我夜晚度呢，食完飯即係10點零鐘呢，都去到8點幾嘅啦。咁其實呢，我喺醫管局度嗰啲嘢呢，有冇用嘅咧？即係咧，嗱，佢又話6.5，咁係有糖尿病噶啦。咁但係咧，就啲壞膽固醇咧，即係2.5幾嘅啫。咁其實咧，佢又冇話俾我聽，點解會咁高嘅咧？都會度都大個糖化血色素係6.5嘅咧。
或者我哋問下阿杜醫生嚇，睇下點樣解決呢個迷思咧。嗱，我了解清楚，即係有時食完嘢就好高啦，但係度出嚟個數值又6.5%啦，係咪啊？即係好似 OK。係啦，好似 OK 咁樣。嗱，其實我諗睇幾樣嘢，因為你要知道個糖化血色素其實係一個拉勻嘅平均值嚟嘅，即係你當佢差唔多係大概過去嗰3個月左右嘅平均值。咁所以咧，你其實你飯前啊、飯後啊、瞓覺啊，所有時間係計晒入去。同埋好緊要，你亦都要睇你話食飯後篤嗰個手指咧，即係食飯後係即刻度啊1個鐘2個鐘咧，嗱都有分別嘅。即係啱啱食完飯啊，啱啱啲糖分一飆高嗰下咧，可能有啲病人都真係佢會高啲啊，即係甚至有啲你食豐富啲啊，食個麥當勞啊、KFC 或者甚至有時啲碳水高啲啊，啲湯麵啊、剩啊嗰啲咧，都有啲可能會去到9啊10啊嗰啲嘅。咁如果你話而家咧現今有啲當然你頭先講平均數字係其中一個概念嘅啫，你仲有其他好多嘢可以睇嘅，除咗你話篤手指，譬如我哋而家有啲咧叫做 CGM 啊，即係我哋英文叫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你就算喺一啲藥房啊，甚至一啲就算萬寧屈臣氏有啲咧都可以買到嘅，其實係喺個手臂嗰度咧安裝一個可以度1-2個星期嘅一啲度血糖嘅測試，咁佢可以咧度緊你皮下嘅血糖嘅，咁嗰個咧你可以喺手機嗰度咧，即係直情有個軟體有個 app 咧，佢可以話俾你聽咧，你嗰個即係比較實時嘅血糖，當然佢可能會有幾個字嘅，即係幾個5至15分鐘內嘅誤差啦，咁但係咧嗰個可能會俾你全面啲睇到你全日24小時。即係你用嗰個儀器做咧，其實大概會測平均7至14日啦。咁你就可以咧喺個手機嗰度睇晒嗰7至14日，你全日嗰個血糖嘅變化數值，即係包括一啲你唔，因為你篤手指，你一日你篤唔到咁多下噶嘛，篤唔到20幾30個噶嘛，係咪啊？你篤到4、5個，哇，已經好勤力啦，好叻啦已經。咁但係咧，你個 app 就實時睇到，頭先講就係話，我真係睇到晒我空肚啊，每一個飯前飯後整體個血糖上落嗰個變化咧，可能對現在嘅病人嚟講咧，你會有更多呢啲數據俾你睇到，其實你整體個血糖，因為頭先講過，你嗰個糖化血色素係個拉勻嘅平均數值。咁你究竟係幾時高幾時低？最高喺邊度？最低喺邊度呢？其實嗰個平均數係話唔到俾你聽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有而家啲新啲嘅科技大家簡單用到嘅，咁你咪可以更加清楚俾你了解佢高喺邊度、低喺邊度，佢拉出嚟個平均數係點樣拉出嚟，或者你食完邊啲嘢會零舍高、零舍低呢？可能會俾到，好似頭先咁講，佢會俾到多好多資訊你。咁對於你自己處理個血糖究竟點解我有時食完嘢會去到呢個數值？佢幾耐落翻嚟呢？因為有啲人可能佢高咗，但可能好快落翻嚟呢。之後有啲就好耐先落翻嚟嘅。咁呢個都有影響你點樣睇同一個平均數值嘅意思咯。嗰啲就係啦。好，唔該晒杜醫生。咁跟住落嚟，仲有冇咩問題想問各位專家呢？係。個 CGM。其實佢因為度皮下嘅，佢就唔你話入侵性咁樣嗱，篤手指嗰下你覺得痛唔痛啊？嗱，咁其實咧佢咧其實一個好細嘅咁細個一個圓形仔嘅儀器，好薄嘅。係啦，5蚊銀咁樣嘅，咁變咗你消毒咗個手臂呢啲位咧，根據佢指引啪落去，啪嗰下同你篤手指嗰下差唔多嘅啫。咁啪咗喺度咧，其實佢有個周邊有個貼紙黐喺度咧，你可以用1至2個星期。你就算去沖涼啊，嗱，我去游水、去跑步、做 gym 都得嘅。不過你游完水嗰啲你要印乾佢啦，你唔好大力扯佢咧，其實佢喺度 OK 嘅。咁同埋嗰下即係你掹出嚟嗰下，佢冇話真係好明顯流血啊、剩啊嗰啲冇，所以算係一個簡單，唔算好入侵性。好處就係你篤手指，你一日篤咁多個，啲手指都洗手都好辛苦啊嚇！咁變咗佢用嗰個咪免除你咁多，亦唔使帶嗰啲篤手指嘅儀器出去，喺街度你開個電話你就睇到咯，就唔算係話好入侵性嘅情況啦，係啦。好。有2個 point 可以補充嘅，第一樣頭先杜醫生講啦，呢個 CGM 咧。其實就有啲病人咧，亦都有數據證明到嘅。其實真係用到佢咧，係可以減低咗個糖化血紅素0.5%或以下。好多人可以學習到點樣調教你嘅食物，其實幫到令到佢唔會話一路咁擠上去。甚至乎頭先講啦，好多唔同品牌，不過大家可能要慢慢睇下啦。淘寶都有得賣啊嚇，咁啊。OK， 好啊，唔該晒。咁前面藍色衫呢位女士啊嚇。我想請問咧。如果
打半年嘅骨質疏鬆針，有冇規定係要打嘅時間限制，或者要打幾多針就唔可以再打呢？係好啊！呢位女士問嘅問題非常好，但係因為其實今日嘅時間有限，唔能夠同大家分享治療嘅方案啦。而且治療應該其實係你同你嘅醫生去商量嘅。不過，但係簡單嚟講，因為你而家打嗰隻6個月一針嗰隻呢，我哋就叫做英文叫 Denosumab 或者叫博力加啦，中文叫叫博力加啦嚇。咁呢隻藥呢，就6個月一針打呢個皮下嘅。咁研究數據話俾你聽呢，呢隻藥呢。因為佢隻藥咧並不會積聚喺身體度嘅，佢打完藥咧，佢係通過喺藥物裏邊，即係通過喺血液裏邊，就再命令第二個所謂我哋叫做 messenger 咁樣，你當係一個，即係佢唔係直接令到啲骨質即係唔係直接去控制骨質流失，佢係敷一個所謂喺身體入邊一個信差，個信差咧就令到你嗰個破骨細胞嗰個活躍程度減低，咁所以變咗呢隻藥唔會停留喺身體度㗎，咁所以佢係有6個月一針，你一旦唔打嘅話呢，喺好短時間4個禮拜裏邊呢，嗰啲骨質就開始流失㗎啦。4個禮拜，即係譬如你10月1號打針，你如果遲到11月1號都唔打嘅話呢，11月2號呢，佢就開始流失㗎啦。咁所以亦都研究數據話，亦都喺以前呢，因為唔知道隻針原來咁，因為佢實在一隻好強嘅制止骨質疏鬆流失嘅針係非常之好嘅，對於醫治骨質疏鬆，尤其是髖骨關節嗰個骨質密度比較低嘅話咧，呢隻藥嘅相對嚟講個功效比其他有少少優勝嘅嚇。咁但係問題佢個唔好處就係，因為佢嗰個治療嘅模式就係話佢係通過第二個信差去做佢發揮嘅作用，所以一旦你唔打呢隻針呢，佢個作用喺短時間裏邊喪失都不特止，而且佢個骨質流失，因為之前呢所有嘅破骨細胞俾佢撳住，完全呢俾人壓制住呢，就完全冇差唔多唔識得去破骨咁滯啊！咁但係一旦冇咗呢個壓制嘅話呢，呢個破骨呢就好似破地獄式咁樣，突然間呢活躍得好緊要，喺短時間導致大量嘅骨質流失，亦都有外國好多報告話，直至香港我哋好多個病人都係一旦停咗呢隻藥之後呢，喺短時間裏邊呢，係突然間無啦啦好細嘅力度，突然間個脊椎骨係坍塌咗，而且唔係坍塌一節，可能係幾節。咁所以而家你如果睇翻我哋2024年嘅學會嘅指引呢，都建議呢冇必要嘅原因，冇特別重要嘅原因係唔建議係停呢隻藥嘅。所以頭先呢位女士問話要打幾耐呢？你預咗第一日開始接受治療嗰日，你就預咗打一世，即係等於你糖尿病咁，你預咗有呢個病呢，你就係一世都要治療，你係冇可能係可以停咗藥而仍然維持翻即係好嘅控制啦，就係膽固醇藥亦都係啦，鄧醫生講過堂啊，即係話你食住藥自然控制得到，一停藥就自然反彈嘅，呢個冇奇蹟㗎呢個嘢，所以大家呢啲慢性病一定要長期治療咯嚇。咁相反嚟講，如果係你有咁嘅考慮，你唔想打細藥嘅話呢，一開始嗰陣時你要同醫生講係啦，就話睇下會唔會用其他方案嚇，因為有一啲其他方案嗰啲藥物呢，譬如叫二磷酸鹽嘅藥物呢，佢係會積喺個身體度㗎，就算你即時停藥呢，佢唔會即時失效㗎，咁所以就可以我哋叫做有叫 drug holiday 藥物假期嘅情形出現，咁但係藥物假期呢，就並不適合6個月打一針嗰類型藥物啦。好，咁時間關係，我哋可以問多一條問題啊嚇，唔該。問下鄧醫生啦。杜醫生，我想問一問你一個問題，唔好意思啊，因為呢個問題呢，就係我知道呢，譬如好多女性呢，過咗50歲更年期之後呢，就開始個荷爾蒙代謝出現問題啦。咁亦都呢，就算係唔食好多嘢啊，或者係減咗 carbs 啊，有做運動呢，都開始會有一啲叫做 obesity 嘅嘢。咁我就睇咗一啲嘢係關於呢樣嘢係同一個叫做 insulin resistance 有關嘅。咁呢樣嘢亦都 tied to 呢個 diabetes 2嘅。將來如果係冇控制，咁我想知道呢 insulin resistance 呢個叫做胰島素抗敏呢，我哋可以點樣可以改善呢？
其實整體我哋講 insulin resistance 咧，即係對胰島素嘅阻礙啊！嗱，呢堂可以係抗阻係啦，可以講幾個鐘㗎嚇我哋。不過咧，我哋簡單咁講，其實咩嚟嘅咧？嗱，因為咧正常我哋身體咧會放胰島素啦。咁有時我哋出現糖尿病嘅原因，其實主要簡單嚟講，你分兩大類啦。第一就係你隨住年紀大咧，個胰臟功能減少，所以佢分泌少咗胰島素。第二咧就係因為其他啲原因令到你對胰島素反應差咗，就我哋所謂嘅胰島素抗阻啦。嗱，最常見就係脂肪肥胖啊、重啊。因為咧你點解尤其是其實呢個唔係淨係話更年期打後嘅問題，而係你如果本身都過重嘅咁本身你嗰啲脂肪細胞其實會令到你對嗰個胰島素嘅反應係會減弱嘅。咁所以點解減咗肥會令到你對胰島素嗰個敏感度會提升，咁你就係對付緊個胰島素抗阻嘅問題。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更年期過後，你可能女性荷爾蒙開始下跌啊，好多身體嘅變化咧，令到你增磅啊。即係好似你講得啱，減磅比以前更難。我食同一樣嘅嘢，做同一樣嘅嘢，但係我飲水都肥啊！個個入嚟都係同我講飲水都肥喎，醫生。咁變咗咧，因為呢個係年紀衰，即係當然衰退一啲你不可逆轉嘅嘢。咁但係所以你可能就要喺飲食啊，或者頭先講話運動，你更加要注意更加多嘅運動去建立啲肌肉啊，從而減少嗰個脂肪嗰個含量咧，去對抗嗰個胰島素抗阻嘅個問題咯。不過當然要重新強調就係嗰個問題唔係淨係你更年期打後先有，未更年期大家都有機會面對呢個問題。當然某啲藥物譬如之前嗰啲類固醇啊，或者等等其他一啲攞嚟治療其他病嘅藥物，本來亦都有機會加劇咗嗰個胰島素抗阻個問題。同埋有冇腎病？因為如果你肝啊、腎啊嗰啲開始出現問題嘅話咧，呢啲都係同樣都會加劇你個胰島素抗阻嘅。所以就佢唔係一個單一嘅問題。所以頭先話好複雜，係因為佢受到你生活習慣，你有冇藥物，有冇已經出現糖尿病、發症、肝腎功能等等影響嘅。咁但係你當然可以做嘅嘢，當然除咗頭先就係話你睇下係咪有啲藥物可以調整啊，肝腎功能有冇乜嘢可以控制減低佢變慢，同埋頭先講最關鍵就係體重控制嗰度，其實亦都係管理都非常之緊要咯，係啦。OK， 好啊，唔該晒杜醫生。咁咧嗱，首先咧我哋就多謝3位講者啦，咁亦都多謝大家嘅參與嘅。咁首先我哋想咧就送翻啲紀念品俾我哋嗰3位講者，同埋咧大家記得我哋一陣間咧會有一個問卷啦，咁希望大家填翻，咁睇下我哋咧就對於今次俾翻少少意見我哋嘅嚇。等我哋可以下一次盡量更加改進，等大家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知識嚇，點樣處理到自己嘅病嚇。OK， 好，唔該晒。問卷係好重要嘅，唔該晒。